白金开发建设公司深耕台南数十档，对民国96年关进救护车到108年，总共关进11台。上午由董事长陈荣珍加总经理吴志宏翁仔某再度关进白金12号的救护车，和南门消防分队由消防局长李明峰代表接收。我们台南市最知名的这个建设公司这个白金建设公司陈董事长还有吴总经理捐赠第12台的救护车跟他聊天的时候讲，他捐给我们的救护车这么多辆应该是台南市捐赠最多的了最多的。因为多年来我们对这个救护的信念呢一直都没有忘记，所以我多次的也跟我们家人的分享我们如果有能力，我们在经济许可的方面上，我们如果一年跟一年都有能力的话，我们会继续的努力来回馈这个社会，因为这个社会照顾了我们白金，也肯定我们白金。那也多谢各界给我们的支持机会，再次我们再捐了第12台。那我们也希望往年以后也还是有机会我们有能力的继续回馈这个社会。局长李明峰表示，台南市一天的救护量大约有9万件，平均一天大约300件左右。除了救护车的使用，另外白金建设佮关进一批高品质 QCPI 监测训练设备，和消防局提供训练使用。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